花花的生日，今仔日是花花3岁的生日，规家伙仔要斗阵替花花庆祝。阿母讲，逐年拢有一天是属于家己特别的日子。阿光接落讲，所以今仔日是属于花花特别的日子哦。阿嬷有传加2箍，阿公伫咧点蜡烛，规家伙仔做伙斗阵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耶！花花生日快乐！阿爸讲，花花，本蜡烛进前会当下愿哦，你想要下啥物愿呢？花花讲，花花希望逐天拢甲今仔日同款快乐。规家伙仔斗阵讲，花花生日快乐！